请问益生菌的代语，倒一个上侪人讲？是益生菌哦，即马大家拢定下你食的吼，是美秀这边的是好活菌。哦，是益生菌本来就是好的菌嘛，对，好是啊，的菌。食咱不到底就是好菌啊，哦是，所以讲外蛋是好活菌。好啊，像我这边益生菌大部分是要创啥，就是要顾你的胃肠。所以嘛是对上简单是顾胃肠菌。各胃肠就啊，咱的好菌家里面就对啊啦。没错两边拢足有道理哦。因为较直观的感觉就是讲，这食就是顾胃肠啊，嘿啊所以人应该选顾胃肠菌啊。是系啊，阮选的是顾胃肠困菌顾胃肠嘿菌。对，因为咱一般好比讲咱胃周周，也是讲排便无顺的时阵，都会讲爱食是食种顾胃肠的药啊。像咱较早细汉食迄种草药丸嘛，迄就是嘿，拢讲要食迄顾胃肠的。益生菌吼，根据咱世界卫生组织 WTO 伊的定义是一种活的这个微生物啦吼，是所以啊，这是一款会当顾胃肠的啥的菌嘛，啊嘛有人讲伊是一种好的活菌啦，所以两个答案拢有人讲吼，啊可能这个顾胃肠菌，大家感觉敢若讲起来较顺吼，所以有77.8%人选哦，啊敢若21.7%人选迄好活菌的。